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23节到26节，还有45节。出埃及记第2章23节到24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在光明之中。我们家3个孩子对摄影都非常有兴趣，特别是我们的老二，他在高中11年级的时候，他就拿了大学摄影的学分，并且得到满分。那我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在拍家庭的照片，他们就常常说要利用那个黄金光线，意思就是说非常适合摄影的一个光线。那换句话说，光线对摄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相同的，在基督徒能够领受上帝的光，活在上帝的光之下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。回到摄影来说，对摄影的人来说呢，光线非常的重要，不够亮的不好拍，光线的明暗差别太大的也不好拍，太亮的也不好拍。所以很多专业的拍摄者，他们都会使用那种补光的方式，因此也才有这种黄金光线这种的说法。但就信仰角度来看，光是指上帝的光，是指基督的光，是耶稣基督他所代表的。他曾经也曾来劝告门徒说，要成为世界的光。这个光是生命的光，是来照射世界，让人脱离黑暗的。我们看到圣经在经历过这个创世纪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了上帝如何预备约瑟成为以色列全家的救赎。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新的法老王已经不认识约瑟了。他呢又看到以色列人呢人口暴增，又强健，让埃及的法老王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黑暗一样，虽然是在自己的国家。圣经记载说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仍旧过着奴隶的生活。他们向上帝求救，呼求他帮助他们脱离苦役。上帝听见他们的声音，记起他曾经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法老王呢，他就用黑暗之法来虐待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的痛苦哀求到上帝那里，让上帝来帮助他们脱离苦海。这正是以色列人的黑暗期。后来他们有机会得到了上帝透过摩西的拯救，离开埃及的日子，是他们学习跟上帝同行的日子。在旷野，在沙漠中，真的是活在上帝的光中，这样的生活模式。有一首非洲祖鲁族的诗歌，取名叫做《Siahamba》。它的歌词非常简单，只有3个字 ：Siahamba ekukan yeni Gwen Coast。意思就是说，
我们在上帝的光中进行。英文的翻译是 We are marching in the light of God。 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标准写照，而在旷野的日子却是他们将来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必经的路程。虽然这是一个苦难，但是没有苦难的日子，他们就不会呼求上帝的帮助。没有行走在旷野上帝的光中，就没有人能够进入上帝应许之地的可能。这也反映出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必须活在上帝的光中，才能使我们的生命蒙福，得以进入迦南地。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这样的提醒他们，他说，既然你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，你们就必须要效法他。你们的生活要处处表现爱心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献上给上帝。至于那些淫乱、污秽和贪婪的事，在你们当中连提都不可提，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子民。你们也不可以说隐晦、愚妄和下流的话，倒要说感谢上帝的话。无可怀疑的淫乱、污秽和贪婪的人，贪婪等于是拜偶像，绝对不能成为基督和上帝国的子民。不要让任何人用空口白话欺骗你们。正是为了这样的事，上帝的愤怒要临到悖逆的人身上。基督徒的生活要能够活出上帝的形象，用这样来表达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光明之中，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脱离那些黑暗的行为，能够有上帝形象和光。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到了西乃山领受了上帝的诫命，开始学习什么是上帝光明生活的标准，开始学习戒掉以前在埃及的坏习惯，不再以黑暗的方式来成为上帝旨意的阻碍，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接近上帝的标准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23节到26节，45节。你们要感谢上主，宣扬他的伟大，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。你们要歌唱颂赞他，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。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，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。要向上主求帮助，要时常敬拜他。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呀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，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。后来雅各到了埃及，寄居在那里，上主使他的子民人口增多，使他们比仇敌强盛。他使埃及人厌恨他的子民，用诡计对待他的仆人。于是他差派他的仆人摩西，又派了他所拣选的亚伦，要赞美上主。
求主帮助我们脱离黑暗的生活，脱离黑暗的心，离开过去不光明的作为，帮助我们活在光明之子，如同是光明之下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